哎，咱们家主播是过来带干嘛哎？俺们新疆来吧，在春江。我这么是的。我在一个我那个我。没有这真的，我了五月节能来了，他妈的没事。有个都要俺那就做俺妈可多不。哎，那个米啦，是过另外。哎，俺个就来的啊。要不，你点不？俺靠要是过另外米啦是过。